来继续来看赖清德全国竞选总部进前所公布的第一期的竞选影片，已经有超过102万次的点阅率。今仔日过来公布到上新的影片，希望会扭紧甲这个选民的距离。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昨暝阁过美国咯，讲要办理到离职甲交接的手续。过几天都会返来台湾，全力来拼选举。到时阵，嘛甲伊的4只猫仔带返来台湾。谢谢你们。礼拜一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，定来到深京10年前发现公告闹港天，罗小佩伫咧花莲港台，不过赖清德致辞到一半，萧美琴就先离场，原来是要赶通去台北，搁翕台铁便当，另外搁抛出4只爱鸟的相片。萧美琴讲，礼拜日暗时会去美国完成离职和交接的工作，搁款行李，嘛甲已经摕到检疫文件4只猫仔带返来台湾，唔甘去买对咧坐长途飞龙去，伊将美国的工作完完交接，过几天就返来台湾全力拼选举。若今仔时的相片嘛公开，卫星普文讲太太细汉的时住伫咧萧美琴隔壁，因为保想要互当作是阿毒下，会要求妈妈买来解接。有当时会看到同学的妈妈会顺续用脚踏车解载，用不一样的速度，尝不一样的味道。赖清德全国竞选总部公布竞选影片，这摆主题是选一个甲你变好的人，毋望赖清德和选民亲近。他因为这次行程匆匆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他忙完花莲行程立刻回去搬家，接他的猫。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们都会安排。萧美琴先返来台湾1礼拜登记和翕宣传相片，再搁去美国几天款行李和其他电影片，罗小佩已经先抢先行一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